歡迎返到嚟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關於圍繞喺比特幣始創人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 真實身份嘅一種猜測陰謀論。到目前為止，冇人能夠用公認而且可以驗證嘅證據證明邊一個係中本聰。坊間有幾套陰謀論，包括中本聰係一個人，好多人就話佢其實係某位密碼學家隱藏身份發表作品嘅。熱門人選有一個叫 Hal Finney， 佢係早期密碼 Cyberpunk 嘅一個成員，第一位收到比特幣交易嘅人物。佢都曾經住喺一位叫做 Dorian Satoshi Nakamoto 嘅人附近，所以有人認為佢係中本聰。另外有一位發明過 BitGo 概念，被視為比特幣前身嘅 Nick Szabo， 佢嘅寫作風格同比特幣白皮書好似，所以經常俾人覺得佢係中本聰。第二個陰謀論，中本聰其實係一個團隊。唔少人認為比特幣系統好成熟，唔似一個人可以喺短時間內獨自完成。支持呢套理論嘅說法嘅人就會話，白皮書涉及密碼學、經濟學、分散式系統等等多個領域嘅資訊，程式碼同設計都相當完整，所以可能係幾名專家共同使用呢個 Satoshi Nakamoto 嘅筆名。第三個陰謀論就牽涉到國家機構。有啲極端嘅說法就話，其實佢係美國 NSA， 又或者英國情報機關某啲金融勢力，佢哋秘密創造咗比特幣。但係呢啲理論當然啦，冇一啲可信嘅證據，主要都建立喺比特幣使用咗成熟密碼學技術上嚟到發展出嚟。另外，中本聰完美咁樣隱藏身份，令到人都懷疑有咩人可以咁容易完美隱藏身份。第四個說法，有一個叫 Craig Wright 嘅人，俾人話佢係中本聰。澳洲電腦科學家 Craig Wright 長期宣稱自己就係中本聰，但係佢主張一直受到加密貨幣社群強烈嘅質疑，因為佢冇能夠提供到廣泛接受嘅加密簽名證據。第五個 HBO 紀錄片嘅 Peter Todd 有一個理論。2024年 HBO 紀錄片 Money Electric 曾經暗示加拿大開發者 Peter Todd 可能就係中本聰，但係 Peter Todd 本人就否認，而且大量比特幣開發者同社群成員都覺得唔似喎。但最有趣嘅陰謀論係，有啲比特幣愛好者甚至認為中本聰故意消失，所以比特幣必須冇領袖先能夠真正去中心化。咁呢個可能都唔算陰謀論，係一個哲學觀點。中本聰喺2010至2011年左右逐漸退出比特幣開發，之後就冇再經過驗證嘅公開信息。其實仲有一個非常有趣嘅陰謀論，亦都可以講得上幾出名，就係字母拆解陰謀論。有人將 Satoshi Nakamoto 拆開成為代表 Samsung 嘅 SA、Toshiba 嘅 Toshi、Nakamichi 嘅 Naka 同埋 Motorola 嘅 Mota， 所以有人就話唔係一個人嚟嘅，其實係 Samsung、Toshiba、Nakamichi 同 Motorola 四間科技公司聯手創造比特幣嘅代號。不過呢啲通常都係存在冇證據、冇文件、冇內部人士爆料，亦都冇技術證據支持呢個理論。第二，呢啲係屬於事後配對，因為 Satoshi Nakamoto 本身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日本姓名，所以將字拆開之後，啱啱就可以配入幾個品牌名，其實根本都未必有關係。甚至乎其他人可以拆出唔同結果，有人將同一個名又會拆出其他公司或者日文名詞，所以呢類字母解碼都係一個巧合。比特幣研究圈同埋密碼學界主流都唔認同呢個理論，冇認真理過佢。主流始終都係猜測，集中喺中本聰係一個人，或者係由一個由密碼學組成嘅小團隊，但係始終都證實唔到呢個身份係邊個。其實呢幾個名夾埋嘅理論都傳咗一段時間，成為一個最出名嘅都市傳說。
其實關於中本聰身份嘅陰謀論都仲有其他，真係多到可以拍 Bitcoin X-Files 嘅程度啊！頭先所講 Hal Finney，其中就係一個説法啦。佢係出名嘅 Cyberpunk 密碼學家。另外 Nick Szabo 呢個説法都係因為 BitGo 同 Bitcoin 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第三，有人就話中本聰會唔會其實係 CIA、NSA 呢個説法，亦都係建立喺好多陰謀論家嘅檔案裏面。比特幣因為就係本身喺互聯網上建立，而美國國安局 NSA 一早就有研究加密科技，但問題係講到尾冇證據。Bitcoin 原始碼完全又公開，全球專家研究超過10幾年都發現唔到有政府嘅後門，所以呢個説法都係唔能夠接受。更加有一個好癲嘅説法，中本聰其實係外星人，真係㗎，有人咁講過。論點就係 Bitcoin 嘅設計超前啊，好超前，經濟模型又完美，創辦人又竟然可以咁樣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簡單啲講，根本就唔似人類嘅作品。所以呢個就係都市傳說吸引人嘅地方。仲有一個更荒誕嘅説法，就係中本聰係 time traveller。呢個係比特圈最瘋狂嘅理論之一。版本故事就係咁講：未來世界已經全面使用 Bitcoin， 有人穿越返去2008年發布 Bitcoin， 等人類歷史走向正確時間線。唔少人都覺得佢預見咗金融科技未來，未免太過巧合。不過呢個都係娛樂性質。更加有人話：喂，其實 Elon Musk 咪就係中本聰咯。曾經有工程師提出 Elon 擅長軟件、密碼學、金融系統，英文寫作風格都有啲似，有能力單獨完成咁大個 project， 充滿技術嘅項目。不過當然佢自己話 not true。仲有人話其實會唔會中本聰消失係因為佢去世啊？反而有唔少人相信，因為根據分析，中本聰擁有大量早期比特幣，呢啲錢包多年來冇喐過喎。所以人話其實佢根本死咗，會唔會唔見一條鎖匙？又或者故意永遠唔用嗰批錢？不過有錢捨得唔用咩？我就覺得最合理嘅版本會唔會其實真係 Hal Finney 或者 Nick Szabo 就係呢？又或者更加合乎常理就係幾個密碼學家組成嘅小團隊，就更加似係有呢個可能性。因為一個人如果能夠創造咁嘅嘢，就太天才啦。好啦，你又點諗？下次再分享其他有趣故事。拜拜！歡迎大家嚟到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呢一個 channel， 係為大家講唔同類型嘅故事，有奇幻，有迷離，有詭異，有啟發人心，期望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趣嘅內容。歡迎你透過 PayMe、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。你哋嘅支持能夠令我更加有動力去製造更加多嘅內容俾你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